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不可擋呢就係威係勢㗎啦，接離咗但係有個零兩個馬位嘅，見到中間紫色眼罩同起追緊，團結勇士響外欄中檔位置仲有拉合二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展鴻威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咁啊見到外欄位置團結勇士上咗嚟，入邊啊穿雲達月啊，中間有拉合二同埋呢隻展鴻威，外邊位置啊不可擋，接近終點穿雲達月依然係佔先啊，咁啊見到衝咗上嚟第二呢係展鴻威啊，第三呢拉合二。咁啊單騎領放咧有紅衣財神，咁啊吊住第二咧就係同樣美麗啦。埋邊圓欄咧走下上啲，走下上啲咯，轉得勝啊！咁啊中檔就朗日自強啦，走外邊咧就係大宗師，捐埋內欄咧就進取飛馳，中檔紅衫白袖咧就紅磚戰士金鼓大班啦，大外檔咧就晉皇日。直路嘅中段啊，鬆多兩步，紅衣財神咧就彈甩咗，咁但係嗰隻轉得勝咧越追越近㗎，中間就同樣美麗啦。篤定第四有朗日自強，追咗個第五咧就金鼓大班。過咗一半啊，運籌帷幄，稍稍過咗埋邊嘅雙子美麗，中間轉得勝咧非常之輕鬆啊！埋邊又推又打咧，幸運歡笑，大力捉上嚟咧，開心三多，撳住跑咧就龍虎精神啦，近追上嚟有趣胡烈風，接近終點首先透出咧幸運歡笑，開心三多跟佢上嘅，中間轉得勝啦，騎住第四運籌帷幄，埋邊就雙子美麗，過終點湧上嚟隨胡烈風。只有心得咧就係第二位，一路壓住咗埋邊龍城強將喎，外邊時尚歡欣攞正個平衡咧，慢慢撳住都上啊，再喺入邊追勁進良區，外邊大千紅心亦都上緊嚟，最出啊活力精神，大我檔仲有特別美麗啊，最後百零米龍城強將俾人撞完之後攞翻平衡衝咗上嚟，埋邊勁進良區追緊啊，出邊大千紅心，中間位置時尚歡欣，龍城強將贏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有型人喎，咁啊埋邊有多彩多姿啊，中檔追有榮利雙收，外邊啊火悟空啊，出邊追上嚟仲有一生好彩，埋邊呢就係蝴蝶翩翩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外邊冚嗰啲馬好啲喎，一生好彩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中間位置呢，咁啊仲有呢隻黑衫火悟空，埋邊啊榮利雙收，接近終點一生好彩贏啊，跑第二名榮利雙收，第三名要影喎，有火悟空同埋外邊冚嘅大千紅心啊。今場賽事都係外邊冚嘅馬呢，就較為上算啲喎。一生好彩外邊冚上嚟，結果再下一城啊！跑第二名呢，榮利雙收啊，響入邊。第三黑衫嘅火悟空，外邊追上嚟，大千紅心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飛鷹翱翔佔先嘅，中間上嚟有合火奔馳啊，內欄隻陽光勇士啊，外邊隻手機標霸追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武林密碼同埋阿基拉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埋邊啊飛鷹翱翔仲係佔先嘅，手機標霸外邊冚上嚟，陽光勇士入邊玩緊威，咁啊再後多層嘛，仲有巴閉哥，最後100米到，飛鷹翱翔仲係佔先，手機標霸逐步追上嚟，200米相當接近，飛鷹翱翔響埋邊，出邊係手機標霸，咁啊第三名呢。陽光勇士有少阻咗啊！咁啊外邊武林密碼跑第四啊，飛鷹翱翔真係好韌㗎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飛鷹翱翔放順咗啊，只嚟一個身位，手機標霸中檔開始追佢，再後邊個馬仲有見右威啦，出邊係潮州精神，最後100手機標霸末段嘅氣勢相當凌厲，贏出呢場華商會挑戰杯啊！跑第二名嘅馬要影相啊，外邊係見右威。好啦，嚟到彎嘅中尾段啦，奔放咧就加快個步伐咧，放翻快少少啦。咁啊一路都咬住第二咧，飛鷹翱翔啦，轉出中檔望空咧有神池，繼續包尾咧本領輝煌啦。好啦，直路嘅中段啊，奔放咧就鬆佢兩步啦。咁但係飛鷹翱翔咧都冇俾佢走甩，仲越逼越近添。兩隻馬咧就前鬥緊，後邊啲嘅跟跑啦，神池本領輝煌咁啦。接近終點啦，飛鷹翱翔走勢稍好啲啊，壓過咗埋邊嘅奔放嘅，彈甩咗㗎啦。第三位有神池啦，包尾咧就本領輝煌啦。
呢群馬後邊紅眼罩藍帽嗰隻就耀昌盛世啊，響入邊仲有隻型到爆啊！最後300米到啦，齊歡聚落佔先嘅，拍上嚟鬥，悠乾坤比下又有啲喎，咁啊再見到後多層啦，側喺個頭啊，紅眼罩咧咁啊做個耀昌盛世啦，中間63進彩飛馳啦，外邊啊咁得意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齊歡聚落依然係佔先一個身位都好有機會咧就先拔頭籌噶啦，後邊馬都相當接近啊，型到爆埋邊打咗上嚟，中間有悠乾坤，出邊呢係嗰隻耀昌盛世啊！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非凡時刻仲係佔先嘅，咁啊隻馬比較細隻啲㗎，咁啊快活英雄好大隻嘅，已經係逐步追緊佢啦。亨氣進佔第3，外邊線路光華亦都追咗少少啊。最後100零米，非凡時刻仲有優勢㗎，咁啊快活英雄一路追緊佢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外邊冚咗上嚟，快活英雄終點前將非凡時刻趕過，跑第3名嘅馬係亨氣啊。